日過嚟探訪東區嘅公寓項目嗬，單價7000幾蚊就可以攞低中山地鐵口嘅物業啦。咁呢邊咧係我哋旭日同富源開發商合作開發嘅一個項目。咁我身後呢邊嘅就係我哋大平層團園嘅。咁而家主要咧就係賣呢個位置，我哋3棟嘅全新加推公寓嗬。咁我哋而家一齊去睇睇。呢度就小區入戶大堂啦，咁有個天幕水景下，亦都做得非常之好嘅。咁小區咧已經係有部分收咗樓噶啦，即係我哋公寓嘅2棟咧就已經收樓啦。咁而家入去睇到咧，都會見到呢個城區花園係做好咗嘅，風格係採用一個新加坡園林設計下，所以做得非常之舒適嘅，同埋有泳池啦。呢邊就係47平方嘅單位下，開發商設計咗2房加一個工作室嘅。咁呢個戶型嘅話，現時都係比較平下，總價37萬起，可以買過嚟自己住或者出租都冇問題嘅。呢個項目咧位於東區核心位置啦，即係去我哋東區嘅 Coco City 啊、富逸城同埋石岐大順都係5分鐘車程下，非常之方便。樓下就有地鐵啦，咁以後出行都係非常之方便嘅。如果你都對呢啲產品有興趣嘅，可以評論區預約嘉欣帶嚟實地睇樓。